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海珠區邊去食翻間川菜，天成川菜都算廣州嘅一間排隊王啦。酸泥白肉，肉片切得比較薄，中間夾住一塊青瓜，帶嚟更加豐富嘅口感。食起身口感唔錯，不過蒜泥呢，個人認為比較少，味道比較淡啦。口水雞，雞肉食起身比較柴，唔夠嫩滑，而且紅油嘅香味唔夠突出，整體麻麻地，而且有啲似預製菜嘅感覺。酸菜魚都幾大一盤嘅，酸菜食起身比較爽脆，魚肉呢都比較嫩滑，整體嚟講嘅酸辣程度又調得啱啱好，呢個比較好食，值得一試。乾鑊肥腸，肥腸呢軟硬適中，處理得都比較乾淨，冇腥臭味。不過個人認為少咗一啲啲鑊氣喺入邊。紅燒茄子呢個呢就係下飯神器啦，整體味道非常之唔錯，飯都食多2碗啦。水煮牛肉食起身麻辣鮮香，牛肉呢切得比較大塊，食起身非常之嫩滑。配菜呢都煮得好入味，值得推薦。麻婆豆腐，豆腐非常之嫩滑，不過個人認為花椒粉落得比較少，唔夠突出麻嘅程度。天成呢整體出品係非常之唔錯嘅，推薦指數5粒星，係咁先啦。